Hello，大家好，有我 Daisy，今日同你介紹呢個係火炭站對面御龍西一個高層單位嘅。香港最迷人嘅地方咧，就係當你夜幕降臨嘅時候啊，望出去萬家燈火，哇！呢個真係一個美麗嘅地方。今日介紹呢個單位御龍西1010尺嘅，總共4房一套，再加有工人套，仲要係東南向望晒，哇！山景、馬場景，仲有海景嘅，值得一齊嚟睇片。門口入嚟少少嘅玄關位置，入嚟成個客廳呈長方形，左右兩邊開席，1010尺啊！呢個客廳就夠大氣嘅。飯廳位置可以擺到張8至10人餐台，應該夠位啦。呢個就係客廳位，樓底都高嘅，再加埋前面落地玻璃窗嘅露台。我地產嘅出品嗱，啲質料都係非常之好啊！呢個露台夠大，行出嚟望下呢個萬家燈火，華燈初上嘅時候啊！遠處嘅就係馬鞍山海景，馬場景。而家睇住呢個車水馬龍，好有香港嘅感覺。呢度交通就非常之方便嘅，3分鐘到對面嘅火炭站，東鐵線20分鐘到羅湖，20分鐘就到金鐘啦。呢個第一間房一個儲物室啦，第一間睡房。亦都可以做書房嘅，裝修就舊咗啲噶啦，你要重新執過。咁呢度賣嘅就係地段啦，同埋呢個積嘅第二間房，廳房同景啊，全部都呢度就係屬於客廁嚟嘅，浴缸業主係冇改動過原有嘅積。入嚟呢個係主人套房，我哋先睇呢個浴室啦。浴室就見到咧有明窗嘅，呢度仲可以有浴缸同淋浴區，哇，兩邊都有窗喎。我呢度就可以做張雙人大床啦，3面落地，咁呢邊就係擺衣櫃嘅位置。哇！呢個 L 型嘅窗，哇！呢個氣勢蓬勃啊！哇！成個馬場睇到非常之正。呢個廚房呢，見到個廚櫃就 L 型，唔係U 型啊，可以擺到好多電器嘅喎。如果你拆咗個重新執嘅話，雙門大雪櫃、焗爐，哇！呢個工人房嘅浴室有冷氣，你如果對呢啲單位有興趣，即刻打我電話92070684，我係 Daisy，多謝晒。